今日我同 OpenClaw 嘅創辦人 Peter Steinberger 坐低傾下呢個開源個人人工智能到底未來 AI 嘅發展方向係點？即刻睇下 OpenClaw 創辦人嘅分享。喺呢一次 Y Combinator 嘅訪談入邊 ，OpenClaw 嘅創辦人分享咗佢對未來應用程式發展嘅睇法，探討咗 AI 嘅運行模式。今日我同 OpenClaw 嘅創辦人 Peter Steinberger 坐低傾下呢個開源個人人工智能代理已經完全席捲咗成個互聯網。佢睇 GitHub 嘅庫存咧，幾乎喺一夜之間咧就爆升到超過16萬粒星。社群已經開發咗無數好似 Notebook 嘅項目等嘅機械人可以互相對話。而家佢機械人啦，甚至會喺現實世界入邊啦，請翻人類幫手做嘅。喺我哋喺對話入邊，我哋會討論佢哋靈感時刻，佢反傳統嘅開發理念，同埋咧佢對2026年嘅開發者嚟講代表啲咩？我哋即刻開始。伙計，見到你真好啊！喂，點啊？佢哋你整個嘢，大家真係想要咁，似乎係咁。係啊，OpenClaw， 即係而家呢個名，絕對係第5個名啦，係啊，絕對係喺互聯網上面爆紅。伙計，過去呢1-2星期你過成點啊？哦天啊，我需要個山度，靜靜地過翻1個禮拜。你啱啱先出翻嚟，而家又想好似龍蝦咁拎翻入去。呢排真係好瘋狂，我唔知一個人點樣可以消化到咁多嘢，我可能仲要多1個禮拜先覆得晒嘅電郵。我收到啲好正嘅嘢，亦都收到咗好差啲嘢。但好明顯我觸動咗大家嘅情緒，令大家感興趣同埋啟發到人呢樣真係好正。其實好多人都研究緊人工智能，甚至喺個人助理。咁到底係咩令到 OpenClaw 嘅成功呢？我覺得最大嘅分別係佢真係喺你部電腦上面行，我見到佢其他嘢都係喺雲端行，佢哋只係可以做到少少嘅。如果你睇自己電腦行，佢哋詭計都做到，係咪？所以咁樣強大好多。係啊，部機可以做到任何你用部機做到嘅嘢。佢可以連接你個焗爐、你嘅 Tesla、你嘅燈啦、Sonos， 甚至係我張佢可以控制埋我張嘅溫度。ChatGPT 做唔到呢啲。你將你自己識啲技能咧都教晒佢。有個朋友同我講咧，偽裝嘅 OpenClaw 之後咧，佢叫 OpenClaw 嘅下部電腦咧，幫佢總結下過去1年。點知佢整嗰個總結得非常之好。佢就問咧，你點做到嘅？原來 OpenClaw 揾到嘅音訊檔，佢每個星期日都會錄音。OpenClaw 揾到晒出嚟，但係佢自己都唔記得嘅。因為已經係1年幾前嘅事，咁所以淨係因為佢可以搜尋成部電腦，佢就已經可以令你驚喜，而且你仲俾晒啲數據嘅，係咪？咁所以佢可以喺好多方面帶俾你驚喜。所以而家我哋甚至由人同機械人嘅互動，即係你頭先講嗰啲發展到機械人同機械人之間嘅互動，甚至係機器人對其他人，即係機器人代表你喺現實生活中禁用其他人嘅完成任務。好似發生緊咩事？我認為呢個係自然嘅下一步。好，我想訂間餐廳，我哋機器人會聯絡餐廳嘅機器人，然後進行協商。好似因為咁樣更有效率，或者可能係一間老字號餐廳，所以我哋機器人實際上需要揾人幫手，等嗰個人打電話去餐廳，因為佢哋唔中意機器人，或者行過去咧就冇排隊。如果佢揾唔到機器人，為咗機器人嘅主人，而家想象一下，如果我有好多個機器人，可能我有唔同嘅專家，一個負責我哋私人生活，一個負責我哋工作，或者一個係我哋嘅關係機器人，負責處理中間嘅所有嘅，我唔知啊，我哋仲咁好早期，仲有好多嘢，我哋仲未真正搞清楚係咪行得通。但我感覺我哋而家已經喺呢條時間線上，似乎每個人都冇追求嗰種中心化嘅上帝智能啦，而喺過去嗰10日左右出現嘅係嗰種群體智能同埋社區智能。我認為如果你睇翻一個人實際上可以成就到啲咩？你覺得一個人可以整到部 iPhone 咩？或者一個人可以去到太空？作為一個人，
我哋可能甚至連搵啲食都做唔到。但係作為一個群體咧，我哋會分工。作為一個更大嘅社會，我哋嘅分工會更加細。咁我哋可以從中學到啲咩？佢應用嘅人工智能上面，你知啦，我哋已經有專門負責某啲嘅人工智能噶啦。雖然佢係通用智能，但係如果佢實際上亦都係專門智能咧，咁所以我知道呢樣嘢會非常之令人興奮。係啊，你就好似打開咗一扇通往未來嘅窗。而家有好多人喺呢個基礎上發展，並且有佢哋咁嘅靈光一閃。你可唔可以帶我翻去你靈光一閃嗰陣，同埋回想翻嗰刻？我想要一啲嘅，只要打字，我部電腦就會幫我做嘢，好似好簡單。然之後我哋5、6月整咗一個版本，雖然好型，但係仲未係嗰樣嘢。之後咧，我又整咗一大堆其他嘢，就好似建立咗我哋軍隊嘅。然後喺11月有一日，我又想要翻呢樣嘢。我行入廚房，我淨係想睇下我部電腦係咪仲做緊嘢，或者已經做完。而做嘅就係寫程式。你當時喺度寫緊程式？係啊，當然啦。你當時係寫緊其他嘅，定係寫緊嗰樣嘢本身？唔係，嗰陣只係嗰種需求又出現翻，我就覺得你嗰陣喺度寫緊咩？你當時喺度整緊啲咩？天啊！如果你喺我個 GitHub 入邊有成40個項目，我自己都唔係好清楚啦。我哋係 summarize。咁好似一個小型嘅 CLI 應用程式，你可以俾任何嘅嘢，例如播客或者好似呢度咁嘅訪談，佢就會幫你做總結，仲會喺終端機顯示投影片，因為而家已經可以做到呢點。係啊，你可以就攞處理佢哋。所以出於對電腦嘅熱愛咧，你就開始研究呢啲嘢。其實你係專登復出嚟係咪？就係為咗研究下人工智能，然後你越嚟越沉迷，甚至想隨時隨地用手機攞證。我係話，我之前花咗2個月整嘅項目 Wipe Tunnel 咧，整到一個地步，我覺得佢好用到，連去朋友屋企玩嗰陣，我都發現自己喺度寫緊程式，我就諗我一定要停啦。呢樣嘢真係太令人上癮。到咗11月，嗰種衝動又翻嚟嘅，我就開始整 Cloudbot， 即係而家叫 OpenClaw 嘅。我哋喺好初期嘅時候，我心睇，我又重新整過啦。但係今次我整得更加好。今次你唔使佢終端機打字，你只需要好似同朋友傾偈咁，你唔使考慮壓縮、新對話喺邊個資料夾或者用緊邊個模型。我係話，如果你想嘅話都可以。我想為進階用戶保留呢啲功能，但係通常你就係同朋友傾偈，而呢個朋友就好似一個幽靈或者實體啦，隨便你點叫都得，佢可以控制你嘅滑鼠同鍵盤，幫你處理各種事情。咁你係幾時突然醒覺，發現佢呢樣嘢做到佢哋比我想象中多好多？老實講，我只係用咗1個鐘就整好咗個好簡陋嘅初步原型，只係用咗少少嘅將連接 WhatsApp 同 Claude Code 嘅依賴項串連埋一齊，然後我就會呼叫 Claude Code，再從中提取字串。雖然係反應好慢啦，但係行得通。但係我仲想要圖像，因為你知啦，人都係想咁上嘅。我諗個模型可以傳自拍照之類嘅嘢，仲想佢可以生成圖像傳翻俾我，所以嗰度就花咗幾個鐘。之後我就去咗馬拉喀什參加生日派對，嗰度嘅網絡唔係咁好，但 WhatsApp 喺邊度都用到，可能因為佢只係全文字啩，所以我成日用咗。餐廳呢個字係咩意思？你就影張相，然之後叫佢幫你翻譯，真係非常之好用啦。而且最正嘅係佢識講我哋語言，仲帶啲傲嬌，幾搞笑，用落真係好舒服嘅。有一次我行緊路，就隨手傳咗一段語音信息俾佢，然後我心睇等緊呢樣嘢應該唔得，我哋整呢個功能係喎。然後你見到個輸入狀態，佢喺度閃下閃下，10秒之後，佢竟然回覆咗我就睇你到底係點樣做到嘅？佢回覆話係啊，呢個抗佬做咗以下嘅嘢，你傳咗段信息俾我，但係冇附檔名，所以我哋睇下標頭咧。發現係 Opus 格式，所以我用咗 FFmpeg 將佢轉成 Wave 格式。然後我想將佢轉錄啦，但係我哋安裝到 Whisper。咁但係之後我揾下，發現佢呢個 OpenAI 密嘅，我就用 Curl 將佢傳送去 OpenAI。睇翻嘅文字就係咁樣。
而呢一切只係用咗大約9秒，你完全冇預先構建或者預料到呢啲特定嘅嘢。咁係啦，結果發現咧，因為編程模型變得好勁，編程其實好似創意解難咁，可以好好咁應用翻落現實世界。我覺得呢兩者之間有好大嘅關聯。佢哋需要好擅長創意解難，呢種係一種技能，一種抽象嘅技能。你可以將佢應用嘅代碼，亦可以應用咗任何現實世界嘅任務。所以個模型就有個驚喜，好似一個神奇嘅檔案。我唔知係咩，我要解決嘅。然後咧就佢盡咁全力去解決咗嗰個問題。咁甚至聰明到選擇唔安裝本地嘅 Whisper， 因為佢知道咁樣需要下載模型，可能要幾分鐘。而我咧係好咁耐性嘅，你知啦。所以佢真係採取咗最聰明嘅方法啦。嗰一刻我就覺得真係好犀利。係啊，就係嗰陣我開始着迷。Y Combinator 下一期而家接受申請，你有創業嘅諗法咩？去 ycombinator.com apply 申請啦。幾時都唔會太早，填寫申請表會提升你嘅構思。好，翻去咗片。所以當電腦可以做到晒咧，咁你預料唔到嘅嘢，你又冇專門寫個程式去做嗰件事嘅應用程式係咪會消失？我覺得80%都會消失。點解我仲需要買 FitnessPal？ 好似我哋代理人已經知道我做緊錯誤嘅決定。我唔知 Smashburger 之類嘅地方，而佢已經會假設我食緊我中意食嘅嘢。如果我唔出聲，佢就會自動記錄低，或者我影張相，佢就會將佢儲存咗某個地方。我甚至唔需要理儲喺邊，係咪？然之後或者佢會改善我哋健身計劃。例如加多啲帶氧運動，我唔需要健身程式，因為佢已經幫我做晒健身規劃。點解我仲需要代辦事項程式？我只要同佢講，喂，提醒我呢樣嗰樣。到咗第二日，佢就會提醒我呢樣嗰樣。我會理佢儲咗邊咩？唔會，佢會自己搞掂。所以基本上每個只係管理數據嘅程式都可以由代理人以更好、更自然嘅方式去管理。係啊，只有嗰啲真正有感應器嘅程式，或者先可以生存落嚟。所以如果喺嗰種情況下，大部分應用程式都會消失。佢模型係咪會變成唯一剩低嘅應用程式呢？唔係所有嘢都會消失，但係我覺得大型模型公司會有好深嘅護城河，因為最終係由佢哋提供代幣，結果發現其中一個投訴係冇人用咗好多代幣。唔係，你只係真係好中意用嘅。呢個就係點解你哋常用呢樣嘢，因為我哋就係咁樣消耗代幣。係啊，就好似我整咁樣受歡迎出嚟，係我哋錯咩？所以好似所有模型佢哋都不斷互相超越。而且你知啦，或者佢哋亦都變得商品化。所以如果應用程式會消失啦，模型咧就會變得商品化啦，或者至少你知啦，好似龍蝦殼咁，就好似個大腦係可以隨時換走嘅。係即係佢仲有咩係留低咗咧？價值喺邊度？係記憶嘅儲存咩？定係嗰種硬實力先至係有價值？到底仲有咩留低？首先，我唔覺得模型公司一路都有護城河嘅，因為你已經見到咧，每當有新模型推出，大家就會話：天啊，呢個真係好勁，係天係。一個月後佢就退步咗，唔好用。佢哋好似將佢量化咗，但係其實咩都冇做過。你只係適應咗新標準，而家你哋期望高啲，但係模型其實仲係平均水平。所以我哋喺好長一段時間入邊，每次有新模型發布，我都會聽到同樣嘢嘅。大家先係好中意，然後佢就變咗標準，然後之前嗰啲你甚至連佢都唔想再提。所以我哋而家有冇開源嘅同一年之前嘅主流模型一樣咁好，但每個人都好真正喺度投訴，話呢個唔好，呢個唔好笑。但係呢個就係我哋以前擁有嘅，而但係1年後我哋就會有呢個開源版本，然後大家又會投訴呢個，因為我哋已經習慣咗而家呢個，咁所以冇可見咁將來大公司仍然擁有護城河。咁應用方面咧，將會變得好有趣，因為每間公司都有自己嘅數據庫度，係咪？你根本冇辦法，或者歐洲人可以啦，將記憶從 ChatGPT 入邊睇翻出嚟。我唔清楚，一係就冇，總之肯定冇辦法等其他公司攞到你嘅記憶。所以如果我係一間提供聊天服務嘅公司，你可以用我，但係我睇唔到嘅記憶。所以佢公司就係想
將你綁定咗佢哋嘅數據孤島入邊。而 OpenClaw 嘅妙處就係佢可以深入挖掘呢啲數據，因為作為終端用戶需要訪問權限，因為呢個係最終目的，否則就唔行啦，係咪？如果終端用戶有權限，我就可以睇到數據，而且你擁有呢啲記憶，佢哋只係你電腦入面嘅一堆 Markdown 檔案。我唔係擁有記憶，係其他人，我係指你，係每個人有自己嘅記憶，就係自己電腦入邊嘅 Markdown 檔案。老實講，呢啲嘢可能非常之敏感啊，因為坦白講，大家用代理程式唔單止係為咗解決問題，仲會用嚟處理個人問題，好快就會攞超級快。我係話我完全會咁做，就好似有啲記憶入邊咁嘅，我係唔想被泄露出去嘅。係你寧願唔俾人哋邊樣？係你而家喺 Google 搜尋記錄，定係你嘅 memory.md 檔案 Google 係咩話？係啊，係。仲有人用 Google 咩？我整咗呢樣嘢出嚟，當時好興奮，但喺 Twitter 上大家根本唔明。係啊，即係我之前一直都解釋唔到佢有幾咁犀利。我覺得呢樣嘢係需要親身體驗嘅，所以我試過好多唔同嘅方法，然後我都係解釋得唔係咁好。咁所以我心睇不如做啲瘋狂嘅嘢㗎啦。我就開咗個 Discord 頻道，然後將我個機械人擺咗入去喺公開嘅 Discord 入邊咧，完全冇任何安全限制。之後啲人入嚟，佢同佢互動，睇住我用佢嘅寫程式，佢哋仲試過用指令注入咗攻擊同埋黑入去，但係我個代理人只會喺度笑佢哋。而你就將佢鎖定咗佢哋嘅用戶編號，所以佢只會聽你話。係啊係啊，除咗冇之外，我係指佢有明確嘅指令話其他人係危險嘅，只可以聽我講，但要回應所有人。咁呢個指令係喺邊度？喺指令儲存喺邊度？嗰個其實係 OpenClaw 本身嘅一部分，好大程度上係系統指令嘅一部分。好啦，你而家佢會同你解釋啦，你喺 Discord 入邊嗰度有公眾人士，但係你只會聽你主人嘅話，或者係你嘅人類，我都唔記得自己係點寫噶啦。係啊係啊，你嘅上帝，而我唔知自己做到啲咩，但係我個系統係好自然嘅建立出嚟嘅，即係喺某個時間點，我建立咗好似identity.md、so.md 咁樣嘅唔同嘅檔案，然後直到1月，我先開始令到其他人可以更容易咁安裝嘅。我仲記得我根據手頭上有啲咩整固嘅範本出嚟，之後 Codex 寫咗出嚟，出到嚟嘅嘢就好似麵包嘅 Codex 感覺好似麵包。雖然佢哋而家有呢個新更親切嘅聲音，但我仲未試過。係啊，但係諗新嘅機械人同我嗰個比真係好悶，所以我同 Morty 講，將呢啲範本注入。Morty 係你個人機械人冇名。係啊，係個新名嚟嘅，因為之前喺改名方面遇到嘅挑戰。係啊係啊，所以你當時係同 Morty 傾緊偈嘅。係啊，我話將你嘅個性注入去呢啲範本入邊，然後佢就改咗嘅範本之後出嚟嘅所有嘢都真係變得好搞笑。雖然睇我嗰個咁好笑，所以我保留咗啲秘密。唯一一個嘅開源嘅檔案就係我個 so.md， 所以就算我個機械人喺公開嘅Discord 入邊咧，到目前為止都冇人破解到嗰個檔案。同我講多啲關於 so.md 啲嘅。我啱啱睇到 Anthropic 嘅一項研究，我哋而家已經公開嘅，但係幾個月前好似係有人無意中發現咁，一啲隱藏喺權重入邊嘅文字，模型本身都唔係好記得自己學過，但就係根深蒂固嘅存在嘅權重入邊，關於佢哋而家稱之為憲法。咁我覺得呢樣嘢真係非常之吸引。我同我個代理人傾過呢件事，然後我哋就建立咗一個 so.md， 入邊有核心價值，例如我哋想要點樣嘅人類同人工智能互動，對我嚟講咩係重要嘅，對模型嚟講咩係重要嘅，好似有啲部分聽落有啲唔清唔楚，但係有啲部分我覺得其實好有價值，特別係個模型對文字嘅反應同回饋，令到成件事感覺好自然。講到開發 OpenClaw，你有時都會有啲與眾不同嘅見解，好似你中意用邊個模型寫 code， 用邊個冇行你個 bot， 仲有你實際寫 code 嘅方式。Worktrees、Gitwork、Trees 最近好似幾流行，越嚟越多工具支援佢哋，但你就好似唔用 Worktrees， 只係開多幾個 repo 嘅副本，然後開幾個並行嘅 terminal 視窗，同我講多啲你係點樣開發嘅。係啊，我覺得全世界都用緊 Cloud Code，但係我用 Cloud Code 係整唔到呢樣嘢出嚟。
好似我好中意 Codex， 因為佢決定改咩之前會攞晒更多嘅檔案，你唔使做咁多門面嘅就可以得到好好嘅結果。如果你有技術，係個老練嘅司機，我甚至會話用任何工具都可以得到唔錯嘅結果。但 Codex 真係好出色，佢真係非常之慢，所以我成日會同時開10個稿用。好似嗰個熒幕開6個，然後嗰度2個，嗰度有2個，我唔中意，我個腦已經要處理好多複雜嘅嘢，要跳嘅跳去，咁所以我會盡量減少其他複雜嘅嘢。咁我心目中 main brands 永遠係可以發布嘅，我只係將同一個 repository 複製幾份，全部都係 main，咁我就唔使煩嗰個 branch 要叫咩名，明明可能會有衝突，我又翻唔到轉頭。呢啲係用 WordTrace 會有啲限制，如果用副本嘅話，我就唔使理呢啲嘢。我唔中意用 UI， 因為咁樣又會增加複雜性。係越簡單越少阻礙越好，我只係在乎同步同文字。係我唔一定要咁多 code， 我通常只係睇住佢哋飛過，有時會有啲好棘手嘅嘢嘅，我想睇真嘅。但係大多數情況之下，如果你清楚個設計，佢通緝，再同你個 agent 討論下就冇問題。我仲好開心，我根本冇整 MCP 支援，所以 OpenClaw 好成功，而且入邊完全冇 MCP 支援。不過有個小例外，我整咗個功能叫 Mac Porter， 呢個係我其中一個工具，可以將 MCP 轉做 CLI， 然後你就可以將任何 MCP 當做 CLI 嘅用。但係我完全跳過佢嗰啲傳統 MCP 嘅廢話。所以因為你唔使咁做啦，如果你需要咧，你可以即時使用 MCP， 你唔使重新啟動，唔似 Codex 或者 Cloud Code 嘅，你要重新啟動成件嘢。我覺得咁樣優雅得多，而且擴展性亦都好好多。而家你見到 Anthropic 咧，佢整蠱個好似工具調用搜尋嘅功能咧，係專門為 MCP 定制嘅。嗰陣仲係測試版，因為真係好棘手，唔係淨係用 CLI 就得。但係 Unix 真係好嘅，你想要幾多都得，而且運作得好好。咁所以我好開心嘅。關於 MCP 嗰啲嘢，我好少收到投訴。呢個就好似翻去。其實你只係俾翻人類中意用嘅工具俾佢啫，係啊，而唔係專門為機器人發明一啲嘅。係咁正常人會想手動去 call MCP。係啊，佢哋只係想用 CLI。係呢個就係未來。我好支持，好多謝你抽時間坐低同我傾偈。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啟發。咁所以喺過去呢幾年我哋傳信息嘅時候，我見到你重出江湖，我就覺得。Peter， 你同我講嘅嘢咧，就好似叫我堅持追夢咁。當時你喺度搞緊嗰啲好奇怪嘅 Vibe Tunnel 之類嘅嘢，當時嘅人留意，所以我而家真係非常之興奮，見到而家發生緊嘅一切。當然啦，一定要係一個嚟自遠離矽谷嘅細國嘅獨行俠，先可以帶俾我哋呢一切。真係好大嘅啟發，我好支持，多謝。太好啦，多謝 Peter。OpenClaw 創辦人喺呢一條片入邊解釋咗點解未來會有高達80%嘅應用程式面臨淘汰，並且詳細分析咗 AI 喺本地同埋雲端運行嘅分別，同埋對行業嘅影響。多謝你睇到最後，你覺得 AI 應該本地運行定係雲端運行？打1或2，覺得有用就俾個 like，訂閱越講越明。我哋下條片見。